有冇試過收到稅局寄嚟嘅信，一打開就心跳加速？好多朋友第一個反應就係：我係咪犯咗法啊？會唔會俾人罰錢㗎？其實收到稅局嘅查詢信，唔代表你一定做錯或者逃稅。今集我會同大家講收到查詢信最常見嘅5個原因，同埋收到之後應該點做。大家好，我係千千，你哋嘅稅務導航員，教你正確報稅同埋合法慳稅。首先要講一個重點，收到查詢信係唔等於一定犯法嘅。稅局係有權要求納稅人提供資料，確保報稅嘅內容是否正確。如果你只係如實申報，同時配合回覆，大部分嘅情況其實都可以順利處理嘅。第一個原因，報稅嘅資料前後唔一致，例如今年收入突然增加咗好多，或者舊年冇副業，今年突然有好多 freelance 收入，又或者公司交嘅資料同你報稅嘅內容唔同。如果資料變化較大，稅局可能要求你解釋原因，例如轉工、升職、bonus 增加，或者開始做 freelance。第二個原因，申請嘅扣稅金額比較大，例如住宅租金扣稅、自願醫保、年金、進修開支、慈善捐款。如果你申請扣稅，稅局有機會會要求你提供證明文件，所以要記得保存收據同證明啊。第三個原因，漏報收入，例如 freelance、副業、租金收入、海外收入，就要視乎咩稅務性質啦。有啲人以為報咗公司嘅人工就得啦，但如果你另外仲有副業收入，可能都需要申報㗎。第四個原因，隨機抽查，有時候你就算所有資料正確，都有機會俾人抽樣調查㗎。其實就唔代表你做錯咗啲乜，只係稅局嘅例行實查。第五個原因，第三方嘅資料唔一致，例如僱主銀行同其他政府部門同你嘅報稅內容有差異，通常出現咗呢個問題，稅局通常都會先發信查詢，而唔係直接作出罰款。咁收到查詢信應該點做啊？記住呢5個步驟。第一，唔需要驚，收到信唔代表犯法。第二，睇清楚啲內容，要求啲咩資料，幾時覆，需要啲咩文件。第三，就準備相關證明，例如收據、合約、銀行記錄、發票。第四，就係如實咁回覆，唔使估答案。如果有錯，亦都可以主動解釋。第五，唔確定嘅時候可以尋求專業協助。如果係啲比較複雜嘅個案，可以向會計師或者稅務顧問查詢㗎。好啦，我哋嚟總結一下，收到查詢信係唔等於一定犯法嘅。其實大部分只係需要補交資料嘅啫，保留文件係最重要嘅，仲要記得準時回覆啊。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平時做好收入同開支記錄，收到查詢信就可以好快咁提供資料。今集分享嘅其實係一啲香港稅務一般常見嘅情況，每個個案 case 都可能唔同。如果收到查詢信，應該就根據翻封信回覆。如果涉及比較複雜嘅情況，我就會建議你向專業會計師同埋稅務顧問查詢啦。我係千千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，話俾我知你仲想聽啲咩稅務 topic，仲要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通知其他朋友仔嚟學多啲稅務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